你話啦，淨係死機你需要幾多錢？仲要中埋 ransomware。我已經諗盡辦法同大老細解釋，連風水問題都出埋。到底係你黑仔啊，定係你哋已經唔記得自己做 IT 啊？公司不斷 cut budget， cut 完30%，之後30%又30%，10成一 cut 鬼晒，仲點做啊？你對我態度好啲得唔得啊？而家全公司都講緊 ESG 啊，不如我翻去將你嘅 Tech Reflex Proposal delete 咗佢，大家更加唔使煩啦。咁你想我點啊？日日提住自己公司要 ESG， 連發開口我都識講 ，cut budget， 公司要 ESG 咁啊？咁其他公司嘅 IT 點做啊 IBM Linux One， 咩啊 IBM Linux One 啊，人哋用 IBM Linux One consolidate ratio 去到1:30，ESG saving 最高去到75%，機房位慳咗50%，部機隨時可以 scale up， 唔使加錢做 cooling， 慳電慳位，絕對啱晒公司要嘅 ESG 目標。咁 security 嗰邊咧？你唔好唔記得你5年前嗰單嘢啊！你講起我就嬲啦！5年前搞一間 online shopping mall， 我哋班兄弟都係壯志雄心，點知 online 唔夠半個月，平均每日俾人 attack 1.3次，1年內死6次機。睇上佬話我條命係一將功成萬骨，但係我唔同意，因為我命由我不由天。你條命邊個先保到你啊 IBM 佢嘅 Linux One 係 Quantum Safe Certified， 就算你出動埋 AI 加埋 Quantum Computing 都爆佢唔到，全天候保護點 hack 啊？得啦，仲要做埋呢單嘢，你又唞下啦。呢句我聽到9000幾次啦！你要批到用 Linux One， 我哋 IT 先可以真正無憂無慮咯。啊，點解成鬼日傾嘢都咁中意叫我上天台㗎啦？係嘅，老細，落去嘆冷氣，批 budget 都快手啲。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如果對 IBM 嘅產品有興趣，歡迎聯絡 LPS 嘅同事查詢啦。